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平安！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感谢神的恩典，也献上我们的敬拜。诗篇119篇的第90节这么说：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让我们看到神是宇宙万物的神，神的爱也存在宇宙万物当中。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我们来进入诗篇77篇的第10节 A 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听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的恩典就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诗人感念，诗人也感谢，诗人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年岁当中，一起来追念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以及祝福。今天8月12日，好，8月12日是我们教会的周年生日，我们一同欢喜迎接富强这个大家庭，庆祝46周年，也迎接47年一个新的日子。我们为着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为着因他的慈爱信实永存，他是我们天父。同时在过去至今的年岁，神一直都在我们富强教会行大事，神也一直在你我生命当中满满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欢喜感恩，我们应当敬拜，我们应当称颂，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敬拜他，也在祷告中将自己交托，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重新得力，现在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感念，我们来称颂，我们来敬拜他。在主爱里面，我们一起在灵里跟神连结，也跟神再一次的亲密，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起立，我们起立，让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再一次的因着他的灵来激励我们跳动。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我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灵歌
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颂，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颂，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上主天天赐福我们，来感谢上主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不受下雨的影响，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称颂，我们来感恩。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能力，你的爱你，主，你天天让我们过着得胜的生活。对啊，谢谢。让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天天都有你的恩典，今天帮助我们来到这个圣殿，天天都有你的保护，天天都我们活在这个礼拜上面，我们都来欢唱。今天的聚会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蒙你许，让我们灵向你歌唱，让我们在神你的面前再一次尊主为大。我灵歌颂，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颂，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再一次的，因他的灵使我们精英，使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新的力量。我怂恿被罪呼救，我乱流变罪给救，用生命带生命，用福赛是真命，予世间人伫真理画命，主伫头前带路咱免惊，爱的人心勇敢向前行。天下圣经，你的可应，常常充满诚心爱正诚，命命敬信，教会分庭，带人来做基督学生，领受稳定，接受切见，那像耶稣交代咱思念。我怂恿变做呼救，我乱流变做坚强，用生命带生命，用福赛是真命，予世间人伫真理画命。我怂恿变做呼救，我乱流变做坚强。带生命，用福赛是真命，予世间人伫真理画命。主伫
大路咱免惊，带着刚心勇敢向前行。踏进那圣经，美丽的恩典，常常充满信心来加强。你命坚信，教会分享，抓人来做基督学生，命是稳定，这是清洁，大声耶稣交代咱使命，互相用的做扶助，互咱用的做继续。真听，好世间人对真理发明，好颂扬变做富足，好咱用变做继续，就是命作生命，幸福才是真听，好世间人对真理发明，注定头前带路咱免惊。大家当心勇敢向前行，人其他圣经，美丽的恩典，常常充满信心来加强。生命坚信，教会分享，带人来做基督学生，命是稳定，这是切切。大声耶稣交代咱使命，互相用变做扶助，互咱用变做继续，就是命作生命，幸福才是真命，好世间人对真理发明。好世间人对真理发明。我们低头来祷告，为着神荣耀呼召，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上主，在我们富强教会过去46年来，真的是行了大事，让我们全心敬拜，荣耀真神。让我们一起培育训练，生命成熟，更是在团契小组交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分享真理，我们愿意为主宣扬福音，我们更愿意奉献自己，服侍别人。我们可以看着荧幕，为着我们教会在大楼，我们的大楼1楼所贴的这几项，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就是纪念主啊，主啊，超超的教会，现在也是当下，我们介绍的感谢，主，感谢你，是要去做这些人的前辈，像我们的父母教会当中，主啊，这个前辈，成群的人的教会，感谢美好的主题。为着我们富强人的服事，牧者、长子、同工、区长、小组长们，每一个人都重新得力，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神里面愿意成为人人传福音、祝福别人，来祷告，也求主赐下健康，爱神爱人，全心全意将自己摆上，这样子的心境交托给神。我们为着台湾平安，两岸和平，我们为着疫情的快速能够止息，还有乌俄两国的战争，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好，还有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将告诉你事项平安健康，主，你让我们每日更来亲近你，每日更加的
掌权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的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无限恩典，时刻都临到，你的保护与我们同在，并看我们如同你中同人。我们满心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更谢谢你过去连日你无穷尽的爱来爱我们，并赐下满满的恩福。我们感谢你，虽然在生命中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困难、软弱、疾病、工作、家庭的问题，甚至于我们的祷告未得应许，但是我们坚定相信你有美好的旨意以及带领。我们相信你必赐下信心，使我们全心信靠你。求天父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迎着你的爱的恩典，我们凭信心宣告，让我们的生命为着你的荣耀而活。愿上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大能的能力掌权天下，地上的万有，赐下拯救的能力，使世人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更赐下悔改的灵，感动你的百姓能回转归向你，顺服走在天父喜悦的道路。求上主我们的神，我们大胆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呼求，求你保护台湾得平安，两岸能有神在其中掌权，帮助所有的执政者有你的公义、信实、怜悯的心，能为着百姓谋福利。求你怜悯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灾害，并将疫情交托在你手中，恳求使疫情快快过去，世人都得平安，得健康。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医治的神。唯有你是掌权全地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我们恳求你，我们在你面前将这一些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上一周我们分享，神在寻找愿意执行他使命的人。神在寻找愿意执行他使命的人。神要给富强人一个使命，迎着我们个人的委身执行神的使命，就带来教会的突破，就带来教会的复兴。我们这个月庆祝46周年，尤其今天8月12号，教会的生日，礼拜天，我们一起在庆祝这个周年庆的当下，我们一起凭着信心宣告，富强人要进入一个新的突破时期。我们要进入神因着我们愿意来回应执行他使命，所以我们进入神命定的时期。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第2点，上主使用你，使用我身上的才能，不是别人身上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3来。扫罗就把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事事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就对扫罗说：“我们于是摘脱，还有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
就去迎。大卫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伏倒，面伏于地。好，我们今天这2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卫上战场之前，扫罗试着要将他的军装给大卫穿上，但是大卫就告诉扫罗，他不习惯穿在那一些军装。扫罗的军装代表我们肉体的思考方式，也代表我们做人做事的方式。但是我们若要看见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能够突破，进入另外一个团体的一个实践，那就必须从人的属肉体领域走出来，我们进到神属灵的领域。所以大卫没穿扫罗的军装，这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恩膏，我们必须随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膏，为我们身上恩膏流动，我们摆上自己。所以当大卫走出以拉谷山谷迎战歌利亚时，大卫就从他的囊中取出一块石子，用机弦甩出去。以色列百姓心中质疑，左期盼，右有矛盾，目不转睛看着那一个石子飞出去。敌军的军营也看着，为着他们的大巨人歌利亚欢呼加油。但是我们从经文看见，大卫瞄准了，用机弦甩出石子，正中目标，一击毙命。歌利亚倒下。当时敌军军营鸦雀无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军营却响起一片欢呼声。刹那之间，以色列人信心之火重新的被点燃起来了。从过去的日子，这40天来，他们无法相信他们能够战胜敌军。但是当他们看见大卫砍下歌利亚的头，以色列人冲下山谷，横扫溃逃的非利士人所有的军队。以色列百姓明白，他们打胜仗不是靠自己，而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所以以色列人就欢声雷动，国家的突破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大卫只是一个年轻人，他的信心驱使他勇敢面对歌利亚。一个男孩子，年轻的小孩子得胜了，他这个动作，这个得胜，激励整个军队往前冲，往前作战，而大胜非利士人。49节这么说：大卫从他的囊中取出一块石子，用机弦甩出去。这个动作让我们一起思考，可以说是人身上拥有的恩赐，大卫身上拥有的，所以神就借由这个孩子，借由大卫身上这一块石子，他的才能翻转整个局面。这是依靠上主的信心，是突破困难、战争胜利的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身上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都有神赐给我们的才能。
如果我们愿意摆上，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时，这个将启动激励一个团体，激励我们富强教会的突破，一个团体信心的突破，富强教会的突破，也带来我们教会的复兴。所以通过今天的经文，神使用我们身上的才能，神愿意，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当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我们一定会再次被充满，甚至神加倍恩膏浇灌给我们，使我们战胜仇敌，使我们的生命复兴起来，使我们富强教会再一次复兴。这个突破的复兴，是神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富强教会所定的命定及实现的机会。这是翻转复兴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神期待我们带着信心，将自己摆上，并且坚定积极的态度，我们一起回应、参与在富强教会神给予我们神圣的圣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挑战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会难倒吓倒我们。所以我们期盼圣灵大大感动、呼召、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不管是线上今天没来的，我们都能够在神的灵里面，富强人勇敢向前来接受这个呼召，好让神在我们教会再一次行大事。上帝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才能，即使只有带着机旋5块5个小石子，今天我们只用一个，我们只有甩出一个小石子，让这个小小的石头神来使用，我们身上小小的才能为神摆上，神就在当中行大事。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做得到。因为以色列人得胜不是靠自己，乃是神使他们得胜。期待我们不要犹豫，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不要迟疑。神今日在我们当中正在找寻，他在寻找富强教会中的大卫，神也等候着这个大卫出现。富强人，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大卫？我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以拉谷山谷呢？我们是否愿意来到富强教会，再一次委身自己，跟仇敌征战，兴起神的圣工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愿意起来，就是战胜的开始，就是复兴的领导。最后邀请我们一起来回应，当你的心受感动，听见神的呼召，看见再来我们富强教会47年以后的需要，借着我们是一群被拣选，摆上自己这卑微的器皿，小小的石头，就兴起更多的大卫。求上主为我们来成就他奇妙的大事，在这个地方。求上主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求上主祝福我们的工作职场亨通，祝福我们的家庭，复兴富强教会，让人得以见主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一次来唱我们富强教会的会歌好吗？请起立。我送永远最呼救，我
咱了变做继续。命传生命，幸福才是真正。让世间人记一句我名。主的头前踏路咱免惊，咱也当心勇敢向前行。让天下声音，你的好听，上上上嘛诚心来听声。生命更新，教会福音，我人来做基督学生，领受温暖，接受圣洁，来受耶稣交代咱思念，互相中变做富足，互咱了变做继续。也传生命，幸福才是真正。让世间人坚持的和平。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一直都保守富强教会，他也兴起许多大卫。在过去一起在这个地方同工，我们更求神再次的来兴起我们富强人，领受神大使命，扩张神国度，也求更多的富强人愿意来回应，参与神他在富强教会各种事工的计划。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着神透过他的感动，你自己来回应神，如同初代教会，圣灵以其无比的能力浇灌，降在富强人身上。神期待我们与他同行，一起同工，传播福音，见证主恩。我们用安静，在神的面前，将自己摆上。这时候，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要来做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志。我们也为了我们青少年在20号开始的灵修营，兴起更多的提摩太年轻人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主，我们的天父，凭着恩典时刻，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将我们所求的摆上，求你悦纳，赐下更多圣灵感动的恩典，被你使用，参与成就你的大事，帮助我们有充满热情，渴望能参与将来你在富强教会要成就的大事。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清楚富强人使命及命定。在过往中，我们对传福音的工作缺乏参与感，可能是因为我们灵迟钝，我们软弱，或是我们害怕拒绝，甚至是忙碌不感兴趣。求你给我们机会，重新领受成为你的器皿，被你使用。求天父永恒不变的应许，成为富强人生命中的希望。
求你源源不绝的能力，依旧丰盛赐给我们富强人，使富强教会靠着你的信实，有芥菜种般的落地，结出更多子粒的信心，为你而活，荣耀你。因在人不能，在你却不然，因为爱富强人的天赋，凡事都能。求主与富强教会同在。当你的感动激励在我们当中时，使我们愿意谦卑，彼此在灵里同心合一，顺服于你，帮助富强教会在你的荫庇下茁壮、健康、充满热情、活力，为你的福音事工兴奋地为神摆上，帮助我们成为爱、传福音、服侍各项事工的人，帮助我们成为有感染力，也赐下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富强教会，祝福别人因着我们得到神你的恩典。求天父赐下更多你的恩膏，更大的能力。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呼召，我们渴慕与你同行。我们在这里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跟随你。如此祷告是靠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圣诗646首，耶稣带我行天路。我们来唱第一节。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富强教会46周年的生日，就是在今天，我们一起聚集献上感恩的祭。主啊，让我们回顾过去神美好的带领。主啊，你呼召我们来行走天路，是一棒接着一棒，是前面的做示范，后面的跟着跑。神啊，我们要看见神在我面前所做的呼召，愿我们每一个
福音的勇士，跟随主往前迈进。主啊，让我们看见不只是自己的灵性，我们的灵命得成长，让我们的福音的呼召也更加的得激励。更愿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突破疫情所带来的一个困扰以及压抑，让我们勇敢向前，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的命定。愿神恩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看见主你要赐给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看见前面应许的道路，勇往迈进。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也谢谢每一位同工的服侍，请坐，请坐哈。我们在1976年的8月12号，我们的教会正式在富强路设立，所以就叫做富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取名富强哈，其实长老教会一般都是会用地名来取我们的教会。早期还比较教会数少的时候，就行政区比较大，比如说取名那个左镇教会，取名那个新化，就是一个区了哈。后来越来越多了，当然就不能重叠名称嘛，所以变成一个路，一个什么路什么路这样子哈。那我们就其实富强路的富强教会，那等于很有草根性哈。那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经历这样的恩典。我们礼拜天要举行感恩礼拜，只有一堂哈，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小组的同工特别都是参加第2堂礼拜的，请你稍微起早一点哈。我们9点开始敬拜赞美，然后大概前后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我们要举行感恩礼拜，还有圣餐、洗礼，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的这个差派哈。那因为我们的圣歌队在这段时间有好几位队员染疫了，所以组不成这个完整的诗班，所以他们只好改用那个我们的影音来献诗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休息之后重新出发感谢主。那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我们的志奇弟兄的朋友孙伟杰弟兄姐，来我们拍手欢迎他帅哥年轻人欢迎参加聚会，常常来，谢谢。好，你可以请坐。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慕道友，现在在礼拜天要来受洗的陈刘医院姐妹，医院姐妹在哪边？来拍手欢迎她，欢迎她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有3、4位要受洗信仰告白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其他的空间都有小组聚会，所以请你们到1楼的那个客厅那个大厅，不然我们那个终结小组是不是也在那边？你们有在别的地方的？好，那我们就在大厅。那如果长老可以参与的，我们都8点40到楼下再拜托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大厅那有1、2个事情再补充报告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有同工年轻人能够帮忙来移动一下我们这个讲台，因为礼拜天我们要圣餐，所以讲台要移开要布置成圣餐礼拜的一个方式那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能够慢慢回到教会回到实体的聚会来祷告愿我们那个8月14号我们的周年庆之后，慢慢能够更加恢复正常了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的小组聚会，我们给彼此祝福，说富强生日快乐，好不好？来祝福一下，来，感谢主好，富强生日快乐。那我们预备我们要